耶和华报赏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这是咱要做伙来吟诗而乐上帝。新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伫咱的招报的第4页，请起立来吟我主上帝。
咱做伙来祈祷。至圣至尊，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带领台湾经过各种的挑战，悠然徛在，你予阮对民主的操练过程中，慢慢长大成熟，成做一个满有包容、疼心、厚款待人、厚款待生份人，包容无共款的族群、信仰、政治理念的人，互阮渐渐成做一个，互世间人看做是好、有尊严、有世界观的国家，好亲像你应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你也引带台湾人有勇气甲智慧的判断，正百姓渐渐找到建立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的路径。伫2019年一年久的中间，阮亲目睭看见，主你引带台湾人行过旷野，每时你的阳光显现来引带阮，日时你用玛纳来养饲阮。愿你继续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有骄傲，也无有悲情，乃是凡事追求主你的心意。互阮众百姓诚做疼乡土、顾主权、勇敢自尊、尽忠顾主你所享受台湾人的美丽岛。更较重要的，阮要恳求主你，操练阮正会友诚做疼主、疼真理、满有圣神的轨迹的上帝国尽忠的罗卜，也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互阮每一个人，无论是掌权的，或者是点点无声咧做工的，看无家己，每一个人拢平平做伙。来行公义，好人民，心存谦卑，甲主上帝相同行，是毋惊灾害，勇敢固守家己的乡土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典范。主啊，阮进入2020年的时，是阮众人有机会脱离中国一国两制威胁。重新找到台湾人共同去做的新的国家的建立甲民主的精神，公平正义的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的一年。恳求主上帝引带阮，豆豆来行出一条新个有远望的路，伫阮国家的重要的官员的空难的事件中间。你将阮全国的人的心拢结做一伙，搁一遍，互阮众人体会到，阮是共同的命运体的百姓。阮只有信靠主上帝你的业力，共同用疼心三联合，行出信心的脚步，创造一个有远望的国家。愿主你祝福。互阮每一个仰望主的稳定的人，扩展阮每一个人的境界，常常保守阮甲主相同行，保护阮众人无拄着超过阮袂通面对的苦难，赏赐阮智慧甲勇气，互阮较赢各种的挑战。求主你听阮的祈祷，也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继续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念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内在无尽。阿门。
让咱继续用启文来咱的敬拜。圣诗的后面第15篇，启文第15篇，诗篇第65篇。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勒地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徛伫你的院内的。我们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和伊的水满满。你灌压田园，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幔来盖。咱继续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7首，恁着称声主耶和华，请起立来吟。请坐。要请圣乐队来带咱继续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是主应甲恁同在。Thank you.
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再有两位，第一位伫旧约创世纪第39章19节到23节。创世纪第39章19节，约瑟的主人听了伊的某所讲，你的奴才竟然安尼甲我侮辱。这个话了后，伊非常的生气，叫人甲约瑟抓起来，关入去王室的监狱。约瑟就伫遐坐监，但是上主甲约瑟同在，赐福伊，所以典狱长真爱伊，派伊管理其他的犯人，负责处理监狱中的事务。约瑟负责办理的事，典狱长拢毋免操心，因为上主甲约瑟同在，互伊经管的一切拢真顺利。第二位的圣经伫新约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8节。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安尼，亲爱的朋友啊，我甲恁做伙的时，恁常常听我。现在我无伫恁遐，恁阁应该听我的话，爱谨慎，不断努力来完成恁家己的得救。因为上帝常常伫恁的心内做工，互恁愿意，阁会当来实行伊美好的旨意。你无论做啥物事，拢毋通埋怨或者争论，互恁伫即个腐败弯曲的世代中纯洁无瑕疵，做上帝无缺点的儿女。恁着伫世间人中间做光，亲像星照光即个世界，坚守生命的道。恁安尼做，伫基督过来的时，我就有通夸口，因为这当证明我一切劳苦，毋是空空着活。第17节，总是我着用家己的血做奠祭，压伫恁的用信心献予上帝的祭品顶面，我嘛真欢喜。佮要甲恁大家分享我的喜乐，相反，恁着喜乐。也互我分享恁的喜乐。今早起，蔡牧师带互咱的信息是约瑟第3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提起着约瑟受陷害。被关入监牢中间，所以伊就穿上伊的人生中间的第3领衫吼，真重要的3领衫，就是犯人的衫。检察面临这款的困境，伊依然是真勇敢去面对。伊无因为伊的困境来丧志，反倒伫积极扮演家己的角色。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咱人生中间，检察会拄到甲约瑟相款的情形，咱面对困境的时阵，咱爱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圣经中间咱看见着约瑟伫困境中间，咱得到突破，反倒等最后被提升。伊到底有什么款的秘诀？这是咱今日要学习的代志。所以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现主时恳求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你话语的奥秘，也会当透过约瑟伊生命中间的特质，来更新改换阮的心智。求主帮助阮，修使阮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照安尼去行。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礼拜有讲过吼。约瑟的主人波提法，伊听见伊的某在安尼来控告即个约瑟吼，
所以伊就真受气，就将约瑟抓起来，来关入去王室的家家内底。所以约瑟就伫遐坐家。虽然是伫遐坐家，但是圣经中间讲，上帝甲约瑟三甲地地，祝福予伊。所以家家长吼咧管理这家家的，非常介意，就派伊去管理其他的犯人，负责处理家家内底的代志。约瑟伊所经管的所有的代志，因为上帝甲伊同在，所以一切拢真顺利。伫这段经文中间，互咱去体验到，约瑟伊生命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检采伫上界困难的时阵，伊悠然坦然去面对，将这困境当作生命中间的磨练。咱知影，这个药啊吼，强挖出来，这原石吼，原本的这个石吼，强挖出来的时阵，外表是甲一般的石头是无共款。需要经过迄个磨，吼，来磨了，才能发出迄个真水的光彩。所以，咱的人生中间，迄个困境患难，会当来磨练咱的人生。如果咱若愿意接受这款的磨练，就会亲像约瑟同款，对一块看起来普通的石头，变成做真水的玉吼。所以，咱做伙来学习。安怎伫即个试炼中间去得到力量？伫约瑟的生命中间有5种秘诀，所以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5个秘诀，咱一步一步来学习。伫患难中间，约瑟的第一个秘诀吼，就是伊将上帝常常放伫伊的心中。咱顶礼拜有提起着，约瑟生命中间有一个特质，就是上帝常常甲伊同在。咱嘛提起着讲，你若要爱上帝甲你同在，你着爱常常去思考上帝的话，常常去亲近上帝。意思就是讲，咱如果常常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上帝就甲咱同在。所以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腓立比书的第2章13节，甲咱讲，因为上帝常常伫恁心内工作，互恁既然愿意，阁会当实行伊美善的旨意。咱常常将上帝放伫咱心中，互上帝伫咱心中动工，用上帝的想法来看咱的问题，看咱的困境。这为着咱的生命带来3种真重要的改变。第一项就是咱就袂惊，因为上帝甲咱常常伫咱的心中嘛，咱就袂惊。咱若知影拄着困难挑战的时阵吼。如果若惊吼，咱台语有一句讲，若惊就安那输一半，若惊就输一半嘛吼。因为你若惊，你就无迄个斗志去奋斗落去嘛。我还记得吼，我伫读大学1年的时阵吼，有一天体育课的时阵，阮老师看到我吼，就讲你过来吼，你来加入即个学校的即个拔河队啦吼。因为拔河爱看迄个身体较粗勇的嘛吼。我就讲好啊，就叫人选着吼，嘛无啥物训练啦吼，就我讲你当时来吼，咱要出代表学校出去比赛。结果吼，阮去到另外一间学校的时阵吼，发现讲哇，因的迄个拔河队拢是真正经过挑选的吼。伊咧吼，我是阮迄队算做上界大只的吼。结果吼，因徛伫头前2个吼，那亲像馆长相共的。吼，差不多加我2倍啦。迄阵吼奇怪，即摆咧拔河拢有分级的对无？迄个时阵我应该去比赛无分级的吼。我算，阮即组吼20个吼，可能输人400公斤啦。吼，因为迄个头前迄个加我20公斤啦。所以吼，看着安尼吼，就输一半吼。所以人讲1、2、3，1、2、3，我拢1、2放，1、2放吼。3秒就输啊，所以吼惊就输一半。所以咱面对患难困苦的时阵吼，咱心中若惊吓，就无斗志啊嘛。但是如果咱若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咱就理解。圣经嘛安尼来讲，你伫患难的恁吼，那胆怯，就是若无胆吼，你的力量就微细。但是咱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咱知影吼。
咱有一个真大的靠山，这靠山是听咱，阁有大气力的上帝，所以咱的心中就袂惊吓。哦，所以这第一点，将上帝放伫你的心中，你就袂惊。哦，第二项，毋是干那袂惊俩，上帝会帮助咱去找到方向。咱伫困境中间，上惊就是找无方向嘛，毋知后一步要怎行。但是圣经同咱讲，伫你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爱认定伊，哦，认定上帝，伊的确指示你的道路，哦，互上帝伫咱的心中动工，自然而然，咱会受伊带领，咱行出迄个困境。毋干那袂惊，佫会当找到方向。第三项是安那，咱佫会当得到能力。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讲，互恁既然愿意，愿意的心内有迄个意愿，而且呐，佫会当实行，就是讲你佫有力量会当实行伊美好佮善良的旨意。意思讲，互上帝放伫咱的心中动工，咱会当得到能力，会当行出上帝美好的旨意。所以这是约瑟的第一个秘诀。上帝甲伊同在，因为心中有上帝嘛，所以伊拄着困难，伊袂惊吓，佮有方向，佮会当得到能力。这是伊第一个秘诀。伊第二个秘诀，咱看见着伫伊生命中间即个特质，就是伊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伊拢无埋怨，拢无借口。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接续14节讲。恁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毋通埋怨，也是争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毋通用埋怨的话来咒诅家己，也毋通用埋怨的话做家己袂当得胜的借口。咱若详细去观察，你周围遐个生活了真无快乐、无满足的人，你若去分析伊讲的话，甲伊生命的态度。你会发现，因大多数的人啦，对现实非常不满，生命中间充满了真侪埋怨。因总是认为讲环境咧甲因作对，咧打击因，因运气无好，互因一生充满了烦恼，甲衰运。其实，咱来理解嚟讲，因的生命会变做安尼，往往是伊亲手造成的，因为。咱拄着困难的时，咱就找借口，咱失败的时，就找理由，讲这拢毋是我的问题。但是伫约瑟的故事中间，咱看见着一个得到福气的人，毋是在伫伊所遭遇的环境是顺利，也是困难，是在伫伊面对环境的态度，是在伫伊面对环境的态度。即咱来特别注意约瑟从来袂因为家己遭遇啥物货来埋怨，就是丧志，反倒当是伫任何环境中间做啥物货，就亲像啥物货，做什么就像什么。咱看见伊叫伊兄弟欺负，去互卖到波提法的厝内底，做一个奴才，做奴才是真无好，但是安那，伊就努力尽职，做好主人交代伊的工作，所以主人真喜伊。交代伊管理厝内底所有的代志，后来伊叫用侮辱，叫用乖伫家家，乖伫家家本来是一个真无快乐的代志，会当埋怨，但总是伊嘛无丧志，伊诚做顾家家的人上介好的助手，得到这个人的欢喜，所以伊交代伊管理所有的烦恼，所以伊就做啥物会成啥物会，伊对伊的人生的境遇，伊袂埋怨。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间，可能会遭遇到亲像约瑟同款的经验。有时咱做正确、做对的代志，有时甚至咱会受人误解、甲陷害。拄着即款的代志，其实对咱人生来讲是真困难忍受的。可能你会出怨言来埋怨，但是咱看见着一个成功的人，对人生任何境遇，伊拢是无埋怨。一个成功的人，总是会当勇敢去面对环境的挑战。别怨天怨地，因为安那拄着困境的人，伊无悲观的管理啊。拄着困境，你若悲观，就真容易被外在的环境所拍倒。伫几当前有一位牧师来到台湾做布道会这叫做莱恩·斯密特牧师可能有真侪人有参加伊的布道会
伊出世的时阵吼，就是无手啊，就是伊无即个两只手拢无头前的即个即节的手骨吼，啊一只骹，伊的正骹吼比倒骹减30公分，所以伊一定爱穿义肢才会当行起来，吼。啊，伊出世的时阵吼，伊的阿嬷吼看到伊吼，足着惊，足伤心，走出来讲哦，这囡仔无手啦，但是伊却是伫一个充满疼的环境内底，受伊的父母来养育大汉，所以伊讲伊细汉时，其实伊袂感觉伊是一个无正常的人，因为别人可能看伊无正常，其实伊讲无一个人正常的啦，伊讲伊看伊阿姐好骹好手，但是伊阿姐唱歌会走音嘛，这样若无正常嘛，所以伊讲其实无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伊讲伊是家己本身是一个真特别的人，因为伊的特别，所以上帝大大使用伊。遮尔侪人，遮尔侪年来，透过伊的演说甲见证，伊去拍动人的心。去鼓励真侪伫患难困境的人，袂悲观，无埋怨，去面对你家己的人生。伊常常讲一句话伊讲咱人生的关键毋是在伫你敢会当做，是在伫你敢有想要做，你敢有要做。如果你若愿意去试看觅，咱人生就有望。毋通为你找100项借口，讲你办袂到。反倒当是去找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恩赐来发挥出来，所以伊运用伊上帝予伊的恩赐，伊才做一个运动选手伫残障奥运的中间伊会晓拍乒乓所以为伊的国家得到真侪奖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悲观的人拄着困境的人无悲观的权利。因为如果你若悲观的时阵，你就被外在环境所打败。这是约瑟生命中间咱看见的第2项特质。第3项特质，就是伫约瑟的生命中间咱看见着，伊伫患难困苦中间去增加对上帝的信心，甲培养家己的耐心。伫试炼的过程中间有一项咱会当成长的部分，就是试炼好亲像将咱的信心摕出来考验，经过试炼，咱的信心更加单纯，更加美好。当然，有的人会讲，牧师啊，安尼确实毋对呢，因为咱通常拄着困难，咱就哪无信心嘛。怎样讲试炼会互咱增加信心？其实咱来理解一点咱无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拢认为咱真有信心，其实是咱无信心啦。信心是需要经历困难，才会当验证的，才会当检验出来。伫困难中间，咱较发觉讲原来我对上帝的信心遐尼细，需要上帝加倍赏赐信心互咱。咱看到约瑟的生命有一项真重要的特质圣经中间讲约瑟伫遐咧坐家，坐家当然毋是一件好代志，但是上帝甲约瑟三甲伫地，上帝甲约瑟同在啊！咱来理解人甲上帝中间是用啥物去结连的？用信心嘛。意思来讲，约瑟无因为拄着患难困苦来离开上帝，反倒当伊一直甲上帝同在，用伊的信心来仰望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患难困苦中间，会当帮助咱磨练咱的信心。所以，上帝甲约瑟同在，因为伊对上帝有信心。因为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活出一个真重要的见证。咱看见着咱故事的作者安尼讲，伊讲：你的信心经历过考验，就产生忍耐。实际上，伫磨练的过程中间，上界需要的是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是通往稳定的锁匙。伫磨练中间，都是增加咱对上帝信心的一个机会。借着磨练，将信心中间的一切的杂质来除掉，互咱的信心更加纯正。而且这句话，人因讲，磨练会当带来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忍耐。经文中间安尼讲，讲恁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而且讲的忍耐毋是讲忍受痛苦迄个忍耐，
是积极培养能力，发展家己无发现的潜能，积极伫咱家己的生命中间去找到上帝稳藏伫咱内面的稳定。阿妹啊，操练即款的忍耐，就是你伫所有的代志顶面爱理解一点，上帝一定掌管。咱看见着约瑟的生命，就是存在即款坚持的忍耐啦。所以你若照牧师互恁的进度看，你就继续看，你就知影。后来伊伫这家牢中间帮咱一个酒政去解梦，伊心肝嘛安尼想讲，不一定这酒政被偷放了，会将伊救出这个家牢。结果这个酒政啊啦，煞袂记这伊嘛。这个时阵要安怎？伊到埋怨无嘛？伊忍耐到迄个时机成熟。机会到啊！咱来想看卖吼，那这酒政若一出狱，就知影我要来约瑟救出来吼。伊了才有机会通好替法老解梦，无嘛？就是因为伊将伊袂记住，后来法老做梦需要有一个人帮伊解梦的时阵，伊突然间想到讲过去伫家牢内底有一个约瑟帮我解梦，所以迄个时阵时机成熟，伊拄有一个机会。因为安尼，伊被提升叫做宰相。所以人生中间有真侪即个代志，咱无法度理解。但是伫即个困难的中间去培养咱忍耐的心，只要时机成熟，咱就有可能突破迄个困难，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这是约瑟的故事，甲咱讲的一项真重要的代志。第四项，约瑟生命中间有一项。咱会当学习的，就是伊伫即个困难中间因为伊的坚持，因为伊的见证，坚持生命的道，伊成做一个活我的见证，带互咱真大的祝福甲提醒。当咱患难中间咱对伫主耶稣基督内底重新得到开力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咱拢有一个使命，就是伫患难中间通过坚守生命的道。来为主做见证，这是患难中间咱当得到上界大的喜乐的原因。因为咱透过患难来为主做见证。其实咱生命中间有真侪机会会当替主做见证。伫顺境成功的时阵，当然会当做真好的见证咱听真侪见证拢是人安怎成功，但是咱来理解，伫患难困苦的中间的见证更加是可贵的。因为伫逆境中间，上界好见证就是安那，就是坚守生命的道理，坚守生命之道就是一个活我的见证。圣经安尼形容，伊讲，通好互恁伫即个腐败顽强的世代中间，纯洁无瑕疵，做上帝无缺点的儿女。你若伫世间人中间发光，亲像星照耀天顶，坚守生命的道。意思讲，咱其实是生活伫一个真黑暗的世代，但是伫即个黑暗的中间，如果咱会当坚守生命的道，就亲像迄粒星伫黑暗中间发出光明。好，本的圣经写了更较清楚，讲，互恁无通指责、诚实无假，伫即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恁显伫即世代中间，好亲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咱来理解，当咱愿意用咱伫患难中间，迄种对上帝的信心，成做一个活我的见证，对即世间人表明讲，这世间的患难困苦拍袂赢咱，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抗赢这世间的患难。最后一项，咱对约瑟会当来学习的，就是伊会当仰望迄个永远的目标。伫患难中间会当互咱保持用一种喜乐的态度，是咱的眼光甲别人无共款。咱将咱的眼光会当看真远，去看到咱目前受患难的价值。举一个例来讲，咱知影农夫咧做事的时阵是非常辛苦的，需要流汗，需要
来压水，需要养肥。但是做事的人，伊明白，伊安尼做，今仔日真辛苦、真艰难，真困苦去做，将来会当有真大真大的收成。所以伊心中有一个图样，有一个愿望。我只要很仔细、真认真拍拼来工作，我将来有真大真大的收成。因为伊心中有这个目标，所以伊仰望这个目标，伊就当喜乐去坚持落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患难的中间咱看见一个目标，就是永远的目标，会带予咱真大的喜乐甲愿望。因为咱明白，伫这个患难经过了，咱会得到上帝要予咱的奖赏。圣经中间咱安尼讲讲用鞭拍伤，除去人的罪恶，拍会入人的心腹创伤驱除邪恶，痛苦的经验洗涤肺腑。就讲生命中间无好的经验，会当帮助咱伫这患难中间更较成长，更较坚强。保罗伫这段经文中间最后安尼讲，伊讲恁安尼做的话，伫基督过来的日子，我就会当夸口，因为这会当证明我一切的筹码毋是空空。检查我必须要用家己的话做垫济，灌压伫恁用信心献予上帝的祭品顶面，我嘛喜乐，而且爱甲恁大家分享我的喜乐，而且恁爱喜乐，也互我分享恁的喜乐。咱来理解保罗咧写腓立比书伊甲约瑟相共，向关伫监狱中间，伊未来要安怎伊无清楚，伊可能会向继续关伫监狱。嘛有可能叫人判死刑，来失去性命；嘛有可能被偷绑。未来伫头前伊无清楚，但是伊心中永远有一个目标，因为伊伫即个监狱内底受苦，会当互教会的所有兄弟姊妹领受极大的激励甲祝福。所以，伊愿意用即款的受苦来荣耀上帝。因为保罗看见到上帝要予伊永远的目标，就是基督搁再来的时阵，迄个永远的活命、永远的目标会赏赐予伊。这就是伊心中会充满喜乐的一种原因。我相信约瑟被关伫监牢中间，伊心中嘛怀抱着迄个愿望，伊只要坚持真理，上帝会祝福伊，会提升伊。亲爱兄弟姊妹，当咱面临困苦的时阵，咱也会记起上帝予咱的应允。伊对咱讲，透过保罗的话讲，咱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要成做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咱毋是顾念所看会见的，咱是顾念所看袂到的，因为所看会到的是暂时的，所看袂到的是永远。愿上帝祝福予每一个伫伊面前敬虔的人。检查你伫困苦中间，但是上帝要透过这个困苦，予你的生命变成做更较无共。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落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安排无同款的境遇，互阮去面对。伫顺境的中间，阮要学到你，因为你是保守看顾阮的上帝。但是伫逆境中间，主啊，阮也明白，伊要透过这个逆境的磨练，互阮的生命更较纯正，更较合你的心意。所以，阮恳求主，你透过今仔日阮所听到这5项秘诀，帮助阮伫人生的困境中间，看见上帝要赏赐阮的恩典。你要对阮讲，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主啊，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特别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阮现主时拄着困境的这所有兄弟姊妹。主，你亲自拭去因所有的目屎，互因看清楚你的引带甲保守，常常伫因的心中引带因、保守因，互因透过这个患难困苦，磨练因的信心甲耐心。用因生命的见证来延长你的生命，求主使用阮每一人，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咱继续来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来吟。谢谢。我只是要邀请这边来到双林教会还未填来宾留名卡的，请你填好好势来交予收奉献的执事汤阮来介绍恁。这是咱做伙来奉献。
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亲爱的上帝，阮即时做伙聚集伫你的面前，愿阮的奉献真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座位前，求主你感纳祝福，互阮的奉献真多世间人的祝福，也真多你圣会路用。阮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谢谢。咱做来看报告的事项，伫周报的第6页。春节的时间，第一项1月23到29是农历的春节，所以值班的牧师是牛义进牧师。周报面顶有伊的电话，若有紧急需要，请甲牛牧师联络。29暝围炉的家庭礼拜的停事单放伫10楼的走廊，请咱来摕。你嘛会使扫描即个周报面顶的 QR code， 当照家庭的人数，家己影印来做围炉的家庭礼拜，新春全家福的感恩礼拜，本礼拜六是初一上午10点半伫10楼礼拜堂有新春的感恩礼拜。这个礼拜中间照往例，若有志的，请你较早来练习长老会的国歌，叫做《咱着来吟诗》，10点来练习吼。欢迎兄姐用小组或者是家庭做单位来参与诗歌的分享。伫本主日来向郭医生干事来报名。农历的春节中间，后礼拜日1月26，过迄个礼拜日的1月26，4场礼拜合并伫上午10点半来举行。所以儿童主日嘛暂停，我请兄姐留意。因为春节的关系，所以若周报有要登录的，请伫1月26到2月初2，这个周报拢伫本主日的中昼以前，爱将内容传真，也是 email 到教会办公室，因为过来就无人办公，就无法度做及时的更改这个周报的信息。有2个具体关怀也未复印伫周报。第一项是本会会友杨姊妹姊妹是林美淑姊妹甲林世平姊妹的妈妈，伫1月16安歇主怀，要定伫明仔1月20日下午1点伫第2殡仪馆火化，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是咱上代的主任周欣欣姐妹的翁婿，傅金泉兄弟的老爸，傅友顺兄弟，伫1月15安歇主怀，定伫本礼拜日1月2日上午10点半，伫高雄市荣耀基督教会举行追思感恩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
愿上帝安慰伊族。请咱掀开周报的第8页，总备委员会有真侪的教育事工请咱来看吼。我将这个标题小可报告，请咱家己详细来看。第一项是新安宫的读经的分享，这拢有面顶，周报拢有面顶，拢有写时间、教室甲讲师吼。第二项是听故事的圣经班。第三项是强观福音的查经影音班。第四项是生活中灵修操练甲分别。第五项是洗礼前的造就班。所以这真侪课程，伫咱教会是真有福气，会当受真好的造就。请兄弟关心来注意来参加，来受造就。这时我要请做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作为礼拜的这兄弟姊妹。有这个谢江坤兄弟的亲人吼，谢香婷、谢信成、黄宇璇、谢雨辰、甲黄崇敏，请恁起立。唔知坐伫倒位后壁遮哈，欢迎欢迎。来第6位是这个张其君先生，先生，张其君，好，这样哈，欢迎。各有一位是钟瑞玉小姐，最后一位是罗兆清先生。好，加好，好，车车好，唔知到其他第一遍来，咱无介绍到的。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哈。牧师特别来大家提醒，就是讲拄则有讲到这第8页才有这总备委员会这的训练课程吼。咱会当根据咱的需要吼，来选择这课程来上吼。这课程拢是主要是拢对圣经的部分吼，一个教导吼，互咱会当透过这个装备家己吼，将来会当互主来使用吼。所以咱会当提早来吼，咱伫拢9点到10点吼，伫无共款的所在会当来上这个课程，请大家会当选择来受训。过来有第5项是这个洗礼造就班，就是你若还未洗礼像有感动要洗礼，咱就照咱的天书来进行来上这个洗礼造就班的课程，互咱对真理会当更较明白。这是牧师甲大家补充报告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圣殿中间甲你亲密的交通。也了是有你话语的祝福，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特别为着今仔日所来这新朋友，献上阮的祈祷，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更较明白上帝，也甲上帝有亲密的交通，也守护因更较侪的福气甲稳定，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阮也常时将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落加倍的信心甲听心，互阮伫生活中间用阮的性命来做见证。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做来吟上迎圣诗第509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